一张的相片，拢是今年6月3日海淀国小小台港社团4天3暝的行路游学，先坐车到塔塔遮，为玉山国家公园行到嘉南大圳，完成无可能的任务。我有看到黑熊的脚印，还有地质。因为大概走了80公里的路，所以其实是还蛮辛苦。但是只要大家一起走，就是不会那么累。在整个历程当中，小朋友学习到的是一个坚毅不拔的这个刻苦耐劳的精神。然后呢，在学习当中，我们不是只是去走路而已，那我们沿途当中都是深度的学习。沿着林道、古道、大圳，这条圣山之路有80公里，事先甲植物观察、落沙调查、研究报告、转做故事典，用平面立体技术介绍树林护管完整比、文化路径设计以及植物昆啊树甲白杉。昆兰树就是咱即马冰河时期的绝育植物，这个较难得，咱就叫囡仔吼来下遮植物转来。咱下遮植物转来，佫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讲咱要转来要这个展览。故事典会当讲哦，海淀国小2000外的囡仔会当讲来了解，这个是咱国家立德的精神，就是毋茫大家拢是一个异行者，咱来行这条路来提倡保育环境、守护河川，会当来听通咱的故乡。台南社大台港分校推动山海圳国家立德学习运动，希望学生实际亲近环境，去探索在地文化知识，做本土教育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